启示录第20章。然後，我看到有一個天使對天堂下來，手拿着摩大行嘅鎖匙，到一條大鏈呢。佢將嗰條惡龍，就是基米羅撒，命按到魔鬼，也係撒旦嘅捉起來，將佢捆綁1000年。天使將佢飛落摩大行，關起來，漸變封印。唔本佢再去迷惑列國，直到了1000年滿，期限過脫，幾天會暫時得到投票。我又看到一條寶座，嗰條坐在當國嘅人，全部得到審判嘅權柄。我也看到嗰條因為宣揚耶穌所啟示嘅真理，又為到上帝嘅正途，本人斬頭嘅人嘅靈魂。佢哋唔失敗嘅隻惡處，也係佢嘅傷；額頭也係樹骨，也冇嘅隻惡處嘅名號。佢哋全部復活咧，同基督共下作王1000年。其他嘅世人，我等了1000年滿將復活，也係頭一擺嘅復活。有分在頭一擺復活嘅係聖潔有福氣嘅人，第一擺嘅事。無權喝止佢哋，反轉佢哋愛做上帝留基督嘅指示，愛同基督共下作王1000年。1000年以後，撒旦會對甘露得到投票，會喺迷惑地上西方嘅列國，就是高傑留馬國。撒旦會將佢哋刺殺起來，出去賞賜，佢哋嘅數目像海船嘅沙岸多。佢哋遍滿全地，圍困聖徒嘅營房，上帝所設嘅城，仲係有火對天堂降下來，消滅佢哋。嘅迷惑佢哋嘅魔鬼，本天使飛落流亡火湖地帶，佢就惡處留假先知做出猜嘅位，猜嘅位，佢哋為以耶穌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接定。我看到一張白色嘅大寶座，留嘅坐在寶座上嘅天老地，隆重對佢嘅面前逃走，無種無隻。我又看到嗰條屍體嘅人，無論尊貴也係卑微嘅，全部企在寶座前。嗰條書卷已經打開來了，另外有一本生命冊也打開來，屍體嘅人全部係照佢哋嘅行為。根據這條書卷所記載嘅接受審判，然後佢就將其中嘅事人交出來，死了人間也將其中所關嘅事人交出來。這條人全部照佢哋嘅行為接受審判，死了人間也本嘅坐在寶座上嘅飛落火湖地帶，這火湖就是第一擺嘅事。萬人嘅命無記在生命冊，佢就本嘅坐在寶座上嘅飛落火湖地帶。